徐達被譽為明朝嘅第一戰神，了解咗徐達嘅生平，基本上就可以了解整個明朝嘅建立過程。今日呢，我哋就嚟講下明朝第一戰神徐達嘅一生，同埋佢死後家族嘅傳承。作為明朝嘅戰神，朱元璋麾下嘅第一大將，朱元璋究竟有幾咁重視徐達呢？為咗加深同呢個明朝聯合創始人嘅關係，朱元璋將徐達4個女裏面呢，其中3個都變成咗自己嘅新抱。其中燕王朱棣迎娶咗徐達嘅長女徐妙雲，代王朱貴娶咗徐達嘅二女徐妙清，安王朱瑩娶咗徐達嘅細女徐妙錦。因此徐達亦都成為咗明朝嘅最強岳父。由於後來燕王朱棣靖難成功，做咗皇帝，所以大明16帝中，自朱高熾之後嘅13位皇帝都流住徐達嘅血脈。徐達呢位大明嘅締造者之一，從某種角度嚟講真正實現咗同朱元璋共享江山。依家嚟講下徐達嘅生平。徐達出生於元朝嘅至順3年，比朱元璋細咗4歲。雖然徐達同朱元璋都係亳州中利人，亦即係而家嘅安徽省鳳陽縣，但係佢哋2個人呢，並非民間傳說所講由細玩到大嘅老友。元朝執政13年嘅6月，朱元璋呢返家鄉招兵買馬，嗰陣時嘅徐達亦都剛好加入咗朱元璋所屬嘅起義軍。佢哋2個其實係喺軍隊裏面認識嘅。當時嘅徐達已經22歲噶啦。明史對徐達嘅描寫係身材高大、剛毅勇武。朱元璋對徐達亦都係十分之欣賞，可謂相見恨晚。從此徐達就成為咗朱元璋嘅心腹愛將。徐達幾乎參加咗朱元璋創業嘅整個過程。執政14年，朱元璋喺郭天旭等人嘅排斥之下，帶領住24個心腹南下定遠獨自發展，亦即係而家嘅安徽省徐州市定遠縣。呢24個人亦即係後來威名遠播嘅淮西24將。喺呢24將裏面呢，徐達位列第一，可以話係朱元璋嘅頭馬。至正15年，朱元璋為咗營救岳父郭子興，喺交戰過程中不幸被對方嘅將領孫德崖活捉。就喺呢個緊急嘅關頭，徐達提出嚟要用自己嚟代替朱元璋，因此朱元璋先有機會被放出嚟。從呢個事件之中呢，可以睇出嚟徐達喺朱元璋嘅軍中地位十分之高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孫德崖都唔會同意用徐達嚟交換朱元璋啦。而更重要嘅係，徐達願意用自己嘅生命嚟交換朱元璋嘅安全。可以話徐達同朱元璋係共患難同生死嘅過命兄弟。所以我哋先睇得到朱元璋喺登基之後仍然對徐達以兄弟相稱。縱觀整部明史，被朱元璋稱為兄弟嘅人呢，只有2個，一個係徐達，另一個係李征。李征係朱元璋嘅二姐夫，朱元璋稱佢為兄弟呢，係從親戚嘅角度嚟講嘅。而對於徐達，朱元璋呢係發自內心嘅認可。可以咁講，徐達喺朱元璋心裏面嘅地位呢係冇人可以取代嘅。即使朱元璋嘅發小湯和亦都冇辦法比嘅。一提到徐達，大家都會諗到另一個大將常遇春。2個人都係朱元璋麾下嘅排名第1同埋第2嘅大將。明史更加係將佢哋2個人嘅傳記呢合併為同一個章節。所以後人亦都經常呢中意將佢2個放埋一齊對比嘅。其實朱元璋喺派徐達同埋常遇春去北伐嘅時候，對佢哋2個作出咗十分之中肯嘅評價。朱元璋認為徐達呢係同自己可以相提並論嘅帥才，同自己係同一個 level。而常遇春呢係衝鋒陷陣、攻城略地嘅將才，2個人嘅地位同埋能力高下就立判。正係因為擁有徐達呢位帥才，所以朱元璋喺至正24年成為咗吳王之後呢，就開始坐鎮應天，亦即係而家嘅江蘇省南京市。從此之後，朱元璋就唔再親自領兵征戰啦。至於開疆闢土呢個任務啦，就交俾徐達去執行啦。而徐達呢，亦都冇辜負朱元璋嘅期望，佢先後攻陷咗江漢、懷楚。好快就率軍平定咗朱元璋嘅其中一個大嘅對手張士誠。
接下來，徐達擔任征虜大將軍，帶領住25萬大軍開始北伐，將蒙古人徹底咁趕出咗中原大地。自從唐朝末年，石敬瑭將燕雲16州割讓俾契丹，400年之後，徐達再次將燕雲16州收返到漢人嘅手中，完成咗岳飛嘅夢想。喺中國歷史上，朱元璋係唯一一個由南向北實現大一統嘅開國皇帝。但係朱元璋呢並冇參加所有嘅開國之戰，而真正從南打到北嘅人呢係徐達。縱觀歷史，歷朝歷代嘅開國將領裏面，冇任何一個人對開國嘅參與程度同埋立下嘅功勞有徐達咁大嘅。就連清朝人編修嘅明史亦都不得不評價。自古名士之助，無以過之。意思係自古有名望、有才華嘅輔助之神冇一個可以比得上徐達。自古同皇帝共患難容易，同富貴難啊！尤其係跟住朱元璋呢位疑心極重嘅皇帝。出人意料嘅係，雖然徐達立咗不世之功，可謂功高震主啊，但係徐達同朱元璋安安穩穩咁做咗18年嘅君臣。最後徐達亦都得到咗善終。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出咗名鍾意殺功臣，好多明朝嘅開國將領都被朱元璋清算咗嘅。徐達可以善終，講明咗徐達除咗有高超嘅軍事水平之外，佢仲有極高嘅生存智慧。喺洪武3年，徐達第2次領兵北伐嗰陣，北伐軍左丞相胡德濟畏戰潛逃。呢種大罪原本按照軍法嚟處置就可以啦，但係徐達並冇咁做，因為胡德濟唔單止係胡大海嘅養子，亦都係胡家僅存嘅男丁。如果佢死咗，胡家嘅血脈就斷啦。徐達深知朱元璋同胡大海感情十分深厚，所以佢將胡德濟送返去應天，由朱元璋親自處置。我哋可以睇得出徐達嘅過人之處。面對朱元璋嘅時候，佢始終將自己定位於一個執行者嘅角色，佢將決策權交翻俾朱元璋，因為佢知道帝王嘅心態。果然朱元璋最終都冇殺胡德濟。明朝建立之後，徐達先後奉命進行咗4次北伐，每次北伐歸來，朱元璋都會喺宮中設宴為徐達洗塵。而徐達都好識做，朱元璋越係對佢禮遇有加，徐達表現得呢就越謙虛謹慎。朱元璋多次想將以前自己住所吳王府賜俾徐達，但係每次徐達都拒絕唔敢接受。於是朱元璋就趁同徐達飲酒嘅時候將佢灌醉，將佢抬到吳王府嘅床上邊。結果當徐達醒咗之後呢，佢即刻跪低叩頭，高呼自己犯咗死罪。朱元璋對徐達嘅呢種表現十分之滿意。於是呢，佢喺吳王府前面為徐達起咗一個新嘅府邸，並且呢將呢個府邸命名為大宮。今日南京嘅大公房就有呢個典故而嚟嘅。但係就算係咁，徐達寧願祖孫3代都住返喺舊屋嗰度，佢一生人都從未入住過呢個新屋。後來當胡惟庸當上咗宰相之後，當時朝中嘅文臣武將都十分之巴結佢。但係徐達就刻意同胡惟庸保持一定嘅距離，因為佢唔想朱元璋認為佢有結黨嘅嫌疑啊。咁樣做可以令到朱元璋對佢更加放心。而呢個就係徐達之所以能夠善終嘅終極秘笈啦。洪武17年，當時正喺北平練兵嘅徐達，背脊上邊生咗一個毒瘡。朱元璋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十分擔心，即刻叫徐達嘅長子徐祖輝將徐達接返嚟京師養病。但係好可惜嘅係，喺洪武18年嘅2月份，徐達嘅病情突然之間加重，病逝於佢喺應天府嘅府邸之中，終年54歲。徐達嘅病逝令到朱元璋感到十分之悲傷，佢親自參加徐達嘅葬禮，以表示對徐達嘅追思同埋懷念。隨後朱元璋下詔追封徐達為中山王，賜徐達諡號武陵，並且俾徐達配享太廟同埋功臣廟。而除此之外，朱元璋仲親自為徐達寫碑文，
呢個就係大名鼎鼎嘅御製中山徐武靈王神道碑。碑文呢一共28行，每行72個字，記載咗徐達嘅生平同埋功績。縱觀整個明朝，可以世襲國公直到明末嘅，只有明朝嘅4大家族，分別係魏國公徐達家族、西平侯穆英家族、成國公朱能家族、隴平侯張順家族。而4大家族之首徐家嘅奠基人就係明朝嘅第一武將徐達啦。早喺至正24年，朱元璋仲係吳王嘅時候，徐達就喺當年嘅9月份被冊封為順國公。大明建立之後呢，朱元璋喺洪武3年大封功臣，徐達被封為魏國公，成為咗大明開國6公爵之一啊！由此開創咗貫穿整個大明王朝嘅徐氏家族。喺洪武18年，徐達去世，朱元璋追封徐達為中山王，賜謚號為武陵。徐達嘅長子徐輝祖喺洪武21年繼承佢嘅爵位，成為咗大明嘅第2代魏國公。國喺靖難之役嗰陣啊，徐輝祖係朱允炆嘅堅定支持者。當朱棣攻入南京之後，徐輝祖匿埋喺徐達嘅祠堂裏面閉門唔出嚟。朱棣一怒之下撤咗徐輝祖嘅爵位，仲將佢圈禁起身。但係喺永樂5年，朱棣睇咗自己岳父徐達同埋徐皇后嘅面上，俾徐輝祖嘅仔徐欽繼承咗佢嘅爵位同埋封號，亦即係第3代嘅魏國公。但係第3代魏國公徐欽喺永樂19年啊，亦都曾經一度得罪咗朱棣，被削去咗封爵。但係喺明仁宗朱高熾繼位之後，又將佢舅父徐欽恢復翻爵位。不過喺徐欽恢復翻魏國公爵位之後嘅1個月，佢就因病去世啦。洪熙元年3月，徐欽個仔徐顯宗呢繼承咗佢嘅爵位，成為咗第4代嘅魏國公。正統13年，徐顯宗病逝。由於徐顯宗去世前冇生育仔女，佢嘅爵位呢由佢細佬徐承宗繼承，成為咗第5代嘅魏國公。徐承宗於天順7年12月去世。喺成化元年，徐承宗嘅仔徐虎繼承咗爵位，成為咗第6代魏國公。徐虎嘅品行同埋能力都係比較高嘅，佢2次擔任南京守備一職啊。佢喺正德12年去世之後，俾明武宗朱厚照追封為太傅，賜謚號為莊正。徐虎死後，佢嘅孫徐彭舉喺正德13年11月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7代嘅魏國公。徐彭舉係歷代魏國公裏面在位時間最長嘅。喺隆慶5年2月份，徐彭舉去世嗰陣，佢喺呢個位置度已經坐咗53年啦。隆慶6年4月，徐彭舉個仔徐邦瑞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8代嘅魏國公。萬曆17年，徐邦瑞去世之後，佢嘅仔徐維志喺當年嘅7月份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9代嘅魏國公。萬曆21年8月，徐維志因病去世。2年之後，徐維志嘅仔徐弘基繼位，成為咗第10代嘅魏國公。嚴格嚟講，徐弘基應該算係大明最後一位魏國公啦，因為喺崇禎17年，李自成就攻入咗北京啦。崇禎皇帝朱由檢喺梅山上吊殉國之後，徐弘基率領大臣前往江浦迎接福王朱常順，並且奉命祭告孝陵。不過喺當年嘅12月，朱弘基就去世啦。佢被朱常順追封為太師，謚號莊武。弘光帝朱由崧繼位之後，喺弘光元年，朱弘基個仔朱文爵繼承咗佢嘅爵位，因此朱文爵成為咗最後一代嘅魏國公。不過就喺嗰1年，清軍攻陷咗南京，徐文爵投降咗清軍。之後佢嘅去向就不知所蹤啦。縱觀徐氏一門除咗魏國公呢個爵位之外，仲有徐增壽用生命換翻嚟嘅定國公嘅爵位，令到徐氏家族出現咗一門兩國公嘅情況。徐增壽係徐達嘅第4個仔。喺靖難之役之中，徐增壽因為支持朱棣，被朱允炆親手下旨斬殺。朱棣登基之後，喺永樂2年追封朱增壽為定國公，賜謚號為忠敏。
並且被朱增壽嘅長子朱景昌繼承咗佢嘅爵位。定國公一脈呢，由此開始傳承啦。正統2年元月，徐昌景因病去世。第2年嘅2月，徐景昌個仔徐顯宗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3代嘅定國公。正統13年4月，徐顯宗去世。景泰6年2月，徐顯宗嘅仔徐永寧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4代嘅定國公。徐永寧喺定國公呢個爵位上面一共做咗50年。到弘治17年正月因病去世。徐永寧去世之後，佢嘅孫徐光作於當年12月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5代嘅定國公。正德16年，朱光作奉命迎接同埋保護興王朱厚熜前往北京。當朱厚熜登基之後，朱光作因為有功被封為太師。嘉靖5年8月，朱光作去世，明世宗朱厚熜賜佢謚號榮禧。嘉靖8年，朱光作嘅仔朱賢德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6代嘅定國公。隆慶元年12月，在位49年嘅徐賢德去世。喺第2年嘅3月，徐賢德嘅仔徐文璧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7代嘅定國公。徐文璧深得明穆宗朱載元同埋明神宗朱翊鈞嘅器重，多次奉命替明神宗朱翊鈞祭天。萬曆30年6月，朱文璧因病去世。朱翊鈞追封佢為特進光祿大夫，處國太師兼太子太傅，賜謚號為康惠。徐文璧去世後，佢嘅孫徐禧浩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8代嘅定國公。崇禎3年，徐禧浩去世，佢嘅仔徐允貞繼承爵位，成為咗第9代嘅定國公，亦即係最後一代嘅定國公。崇禎17年，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後，徐允貞死於農民軍之手。喺明朝4大家族之中，徐氏一門兩國公，從政治地位嚟講，可以話係4大家族之首。但係從實權嘅角度嚟講，仲係沐英家族會比較強一啲。